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吹号角。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预备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今天来召聚我们一同聚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福音带来，并传扬到各地，也为众人送死，用宝血洗净了一切的罪，叫一切信主的反得永生。今天我们在此聚会，是为了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救我们脱离凶恶的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将荣耀归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接下来是诗歌敬拜，我们一起翻开《心灵粮食选》74首《天父世界》，来唱全首。我
请起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听。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起印文，大家翻到诗篇147篇，现在起印的是1至12节以及第20节最后一句。诗篇147篇1至11节、20节最后一句。那我们可以跟着投影片的一个页面来一起做一个起跟印。有诗会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歌颂我们的上帝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情向我们的上帝歌颂。他用云遮天，为雨遮地，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起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下来是公祷，大家参考周报的第3页，我们一起来为世界各地以及我们的周遭做一个祷告。我们为着中南半岛国家柬埔寨而祷告，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民众能更认识基督信仰而祷告。我们也为着台湾卫理公会北2区教会祷告，平安堂赖林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也为着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品格教育造就而祷告。为着台湾水情告急，需要上帝格外施恩来祷告。我们也为着农历新年的到来，每个家庭在出入上面、交通上面都能够平安有喜乐的日子，不受疫情的影响而祷告。也为着教会在未来会有各项的安排，任何的计划都能够有神亲自的带领，增加每个人属灵的智慧，越来越活出基督的式样而祷告。接下来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这一段，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经课，我们今天请贺兆鼎弟兄为我们来读今天的经课。各位弟兄姐妹，经课的第一处在以赛亚书40章21到31节，旧约785页，旧约785页，以赛亚书40章21到31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上。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永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经课第二处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16到23节，新约186页，新约186页，哥林多前书第9章16到23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懂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以上是今日的经课。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章28节至39节，新约圣经第38页。
马可福音1章28节至39节。有时会这边来一起攻读。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前进，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各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接下来献诗，请诗班献诗，借我赐恩福。
谢谢诗班的献诗。接下来正道，请本堂蔡伟文牧师为我们正道，主题是照主所行去行。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特别这一周又是很特别的，我们在旧历年前的主日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做礼拜，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各位知道，在华人的文字里面很喜欢福气这个福这个字啊。各位知道福气这个福怎么写，知道吗？士字边旁边有一口田，对不对？好，士在过去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所以上帝赏赐你可以有一口田，意思就是你有工作，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有工作是上帝的祝福。当然你又可以从你工作当中有口可以吃你田里面所生产的东西，那叫做什么？你健康你才可以吃得下。所以表示你有健康，你有工作，都是祝福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即将要开始的时候，为过去一年感恩，感谢上帝。也许我们在工作上，也许不一定都很如意，但是至少也许我们有工作，也许我们的也许吃的不一定很好，但是至少我们能够有饭吃，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也许不一定每一个时候都是很顺境的时候，但是在逆境的当中，上帝仍然给我们极大的祝福。我们要相信说，上帝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给我们的祝福是让我们也可以祝福到一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因我们得福。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诗歌说，借我吃恩福。各位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朝代叫做元朝，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知道吗？蒙古人，对不对？蒙古人称当时信耶稣的人，他们叫做耶里可温，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有福的人。所以这一群信耶稣的人，其实很早期，不要以为中国没有基督教信仰传进去，其实有的。当时他们称这一批人叫做耶里可温，叫做这批人是有福的人的宗教，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信靠上帝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各位如果翻到创世纪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上帝说万国要因你得福，这个人各位知道是谁吗？亚伯拉罕，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着亚伯拉罕信靠上帝的人，那么我们就是祝福别人的人，让别人因我们得福。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的诗歌，我们也可以来得祝福得帮助。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要太过介意。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读过中国古代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西游记》，知道吗？千万不要只有知道鸡排妹的事情行，你要多看一下一些中国古籍的东西好吗？中国有一些很古典的东西是很好的，有一部小说叫做《西游记》。你会说，基督徒可以念《西游记》吗？当然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真的就好了比如说，你不要把那个金庸小说里面那个九阳神功当作是真的，没有那个东西千万不要误会了。好。今天的故事跟《西游记》很有关系。各位知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孙悟空，知道吗？好，有一天孙悟空要过年的时候，他就跟他的老师、跟他的师傅讲，他说：“师傅要过年了，我跟你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让我好过年？”这个唐三藏就跟他说：“这个事情我要跟师母商量一下。”孙悟空说：“你不是没有太太吗？”所以没得商量，好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别人跟我们借钱的时候，不好意思拒绝他，有时候要用一点智慧，用一点技巧去跟他回应那个唐三藏没有太太所以不用商量了好，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会读到一段话，叫做耶稣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
复活升天，然后坐在上帝的右边。他说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知道将来主要再来，可是各位知道，其实现在主就在我们当中仍然做工，仍然做奇妙的事。我不知道我们各位有没有看到耶稣？耶稣还在世上，这恐怕是很多人很难接受的。耶稣不是应该要在上帝的右边？那为什么他现在还在世上？那到底他在世上在做些什么？好，带着肉身的耶稣已经升天了，他在世上的工作还是没有停。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些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耶稣还是活着的。那他活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个蔡颂辉牧师他画很多漫画，我觉得他有很多很好的提醒，给我们有一些提醒。第一个，他说我们仍然继续上帝仍然透过耶稣，仍然透过你的脚继续的奔走到各城各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透过我们的双脚，当我们去到任何的地方去的时候，福音也跟着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耶稣有没有在走路？有的，耶稣继续的在走路。他透过谁？透过我们的脚在走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以前我们在马祖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去到乡下里面去，进到乡镇里面去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信耶稣的人就说这些信耶稣的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人家讲这个话好像有点刺激，好像觉得很轻视我们。其实弟兄姐妹，当人家说耶稣来了，你要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人看到耶稣，不是看到你这个人，人看到的是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初我们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他这个 Methodist 也是很糟糕的词，人家说这些人叫做四四方方的，从来就是没有做什么违规的事情，没有那种创意，没有那个就是循规蹈矩的意思。可是约翰卫斯理他说，我们就是这个词，我们就是 Methodist， 因为我们就是四四方方的，我们就是很守规矩的一群基督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人家说你是信耶稣的，耶稣来了好像有什么不好，信耶稣来了最好。人看见我们是看见基督。耶稣透过我们的手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所以除了我们的脚可以到各个地方去以外，耶稣也透过我们的手来服侍别人。以前我们有一个年轻传道人，他是在做街友工作的，他去到那个有一个机构是专门做这个流浪者或者是叫做这个街友的一个机构去工作。有时候他工作的时候，他必须要去帮这些街友擦药，他必须要亲手去帮助他们。所以上帝透过这些人的手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上帝也透过我们的手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稣还活着，他透过我们的手来服侍许多的人。第三个，耶稣也透过我们的耳朵去聆听困苦人的心声。所以上帝透过我们的耳去听到软弱的人，去听到有需要的人，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呼喊。各位，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讲话的人多，听话的人比较少了。很多人都想要讲很多的话，但是很少人愿意当一个倾听者。其实能够当一个倾听者，比要能够讲很多话要更加的重要。而上帝就是一个倾听的上帝。各位如果看到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上帝说他听见了他百姓的声音，他听见他百姓的哭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别人有哀声的时候，当别人有叹气的时候，当别人有这些不舒服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听得到他们的呼声？上帝透过告诉摩西说，我听到我百姓的声音的时候，摩西其实同样的他也听到他的百姓的苦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透过我们的耳朵去聆听别人的需要。第四个，上帝透过我们的口去宣讲福音。上帝透过我们的口能够让人听到福音，有机会人就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几天前有一个姐妹，她是前几天她就突然间走进礼拜堂里面来，然后她走进来的时候，她说10年前她曾经在一个教会，在一个长老教会受洗，但是她不是很清楚认识信仰。但是当她这个时候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她又走回到以前拜拜的路，所以她有10年的时间又回去拜拜了。但是她说
他说今天我走过你们的礼拜堂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叫我要进来。他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进来，所以他说我想要来认识福音到底是什么。透过那个时候，我跟这个姐妹有一些的交谈之后，重新再把福音再跟她做一些的讲解的时候，她终于知道哦，原来我所信的是这样的真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也透过我们的口去帮助这些需要福音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人需要福音的时候，上帝借着我们的口能够来祝福别人，让别人能够因我们能够得祝福得帮助。再来第五个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透过我们的胸膛去拥抱跟怀抱那些在黑暗角落当中的灵魂。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有一些弱势的人，当你看到有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成为耶稣的胸膛去怀抱跟拥抱那些需要的人，让他能够进到主耶稣的怀抱里面。人没有办法直接，很少有人能够直接走进到教会里面，但是耶稣的怀抱可以让人能够进到上帝的家里面。所以透过我们的胸膛成为耶稣的胸膛，让我们能够怀抱那些需要的人，让他们能够进到主的里面来。第六个，我们透过我们的肩膀能够成为伤心无助人的依靠。当有的人需要哭泣需要倾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用我们的肩膀成为耶稣的肩膀，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在我们的肩膀上，在那里他们可以哭泣，在那边他们可以尽情的吐露他们的心声，而不怕任何的这些的取笑，或是不怕任何的这些的伤害。所以透过我们的肩膀的服事，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最后第七个，别人没有办法亲眼看见耶稣，但是从我们的身上他们可以看见。愿上帝帮助我们，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别人不一定会读圣经，但是别人从你的身上可以读到圣经。别人也许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别人从你的身上可以见到耶稣。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式。好，所以最后他写到，不要轻看自己的每一个部分，耶稣正透过你去做他做的工作，来祝福这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耳朵可以为神服侍，我们的口可以为神服侍，我们的手可以为神来服侍，我们的脚可以为神来服侍，我们的肩膀也可以为神来服侍，我们的胸怀可以为耶稣来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还活在这个世上，因为他的工作正在继续。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我们能够来祝福许多的人，让人因我们来认识耶稣。愿上帝来看顾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今天读马可福音，这一年叫做马可年。我们在今年2021年这一年叫做马可年，去年是马太年，我们读马太福音，今年读马可福音。因为在教会年历里面，这一年当中我们的主轴都在马可福音书里面。当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一个事情，是耶稣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仆人的身份跟角色是一直在工作的状态，他是一直服侍的人，他是在服侍人的一个角色。所以耶稣的仆人的服侍他并没有停歇，虽然有很多的事情如潮水来，好像很多的事情他需要去处理，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停止他的服侍，他没有在那里抱怨说我事情太多，他仍然有时间给需要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看见，他做了些什么。2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29节一起念来。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牧师讲的，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然后在那里赶鬼完了之后，做完礼拜了，理当应该要回家好好休息了。彼得是他的学生，彼得很高兴邀请耶稣去到他的家里面休息，老师太辛苦了，要去休息。但是各位，在那个当中其实发生一件事情，是彼得是有结婚的哈，各位千万不要觉得彼得是单身的，彼得有结婚的，他有岳母的。好，发生什么事情？彼得的岳母生病了，那么应该怎么做？耶稣跟着这些的门徒进到彼得的家里面去的时候，他马上看到这个彼得的岳母的时候，他就拉着他医治他，恢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都很忙碌，
也许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也许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谁的仆人。了解牧师要讲的意思吗？如果今天你是上帝的仆人，上帝透过你来服侍许多的人，你透过你能够来帮助许多的人，那么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服侍上帝那是有大的丰盛的恩典跟美好的祝福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那里讲的劳苦担重担不是其他的服侍，而是服侍上帝的人。如果你觉得劳苦担重担的时候，在基督里你就得着那个真正的安息。但是各位，有的人忙的不是属上帝的事情，有的人忙的是属地上的事情。当然每个人都需要工作，你要为你的工作忙碌，而且尽心在你的工作上，这是需要的。但是有些人忙的不一定是在工作上，有些人忙的可能是在别的地方，或甚至是对别人有伤害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谁的仆人，就在做谁的工作，了解意思吗？当你在服务你的家庭的时候，你服侍你的家人，当然这是好的，你的工作是服务你的家人。当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在服侍你的上帝。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所做的服侍不是服侍上帝，不是服侍我们的家人，不是服侍我们的工作，而是在做别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仆人，但是我们服侍的是谁，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好，我们看一下31节，耶稣去到彼得家里面医治他的岳母，但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3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1节，一起念来。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很美的一幅图画，耶稣去服侍人，服侍彼得的岳母，彼得的岳母就得到恢复跟医治。但是很多人忘记最后的这一句话，彼得的岳母得到医治之后，他做什么知道吗？他就起来服侍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得着主的时候，你得着耶稣的时候，你被服侍了，你被上帝来恩典来医治恢复了，你的生命恢复了，你的身体恢复了，你的灵魂得到恢复跟医治。你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再去服侍其他的人？彼得的岳母得到恢复医治后，他说什么？他就服侍他们。他不是被医治之后，他就坐在床边，我等着别人来服侍我。哎呀，我刚大病初愈，所以别人应该要来照顾我。哎，彼得，你应该要拿汤水、拿饭来给我吃。没有，他得到医治之后，他做什么？他起来再去服侍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得恢复医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也可以去服侍别人？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成为被人服侍的人，而是我们也可以成为服侍别人的人，因为我们得着了恢复跟医治。如果你能够确定你得到恢复跟医治，最明显的就是你可以再去服侍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这个岳母扶他起来，热退了，他就服侍他们。所以彼得的岳母，他不是只有停在床边啊，我很辛苦，我刚得到医治完，没有，他继续仍然像耶稣一样再去服侍其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得着恢复跟医治的时候，不要只有停留在那里，你仍然可以成为服侍别人的人。不是只有别人要服侍你，你也可以成为服侍别人的人。所以德瑞莎修女这样说，她说爱是什么？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你有没有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你有没有看到有许多人需要我的服侍，有许多人需要我的帮助？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刚过世，她没有办法去释怀她的这个失去她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苦，然后她甚至想要去结束她的生命。她把这样的事情跟她的牧师做分享，后来这个牧师就告诉她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请你每一周去帮助跟关心一个你觉得在你周围当中最苦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姐妹她就去帮助她身边当中，她觉得这一周里面，她觉得她身边当中哪一个人是受苦的，她觉得哪一个人是很辛苦的，她就去帮助他。她是一个很有钱的姐妹，
对他来讲，钱不是问题，但是他需要的是一个服侍的管道，所以他去服侍跟帮助他身边他觉得有辛苦的人，或是他觉得有去孤儿院里面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孩子们，去到安养中心去帮助一些老人家。透过1个月的服侍之后，后来这个牧师再回来问他说：“你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我看到有人比我更加的需要，所以我愿意去帮助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你不是觉得好像你一切东西都没有了，其实你仍然有手有脚有口有耳朵，你有肩膀，你有胸膛，你可以去服侍跟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所以爱是在别人的身上要看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再看一下，耶稣在医治彼得的岳母之后，他不是只有停在那里。32节，我们再来念一下32节，今天的经文32节一起念来。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医治完彼得的岳母之后，不是马上就没事了，陆续还有人继续把人再带来。这些人是什么？是生病的人，被鬼附的人。耶稣继续在工作，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当然我不是告诉大家说你要像耶稣一样忙到没有时间休息，你还是要休息的。但是你会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没有因为他的服事忙碌，然后他刚休息完的时候又有事情要做，他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并没有。耶稣看见有许多的人需要帮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汤马斯·华森他想的，他说怜悯人的行为必须出于对上帝的爱。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对别人的好的行为，怜悯的行为，如果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那个热情是很快就会没有的，热情是很快就会消退的。曾经我带过一群社工，他们在东港的时候，有一群社工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那边叫做呼口号，知道吗？呼口号就是我们要去照顾贫穷的人，我们要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是社工，我们要这个让人看到我们的热情。然后我就问这些社工一个事情，在开会的当中，我就问他们一个事情，我说：请问你们的热情可以撑多久？你的热情可以撑多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讲一个事情是，你给人家馒头，人家不一定还你馒头你可能给人家馒头，人家也许给你丢石头回来，但是你能不能在人家丢你石头的时候，我仍然有热情，我还是继续服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对上帝的爱，我们的热情很快就会消退了。当别人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对我们的时候，也许我们的热情很快就会消失不见了。所以弟兄姐妹，服侍人必须要有对上帝的爱，你才知道你的服侍是有价值跟有意义的。如果你的服侍是因为要得好名声，如果你的服侍是因为觉得哇，我觉得这些人很怜悯他们，你的怜悯能够有多久的时间？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期待能够长时间的服侍别人的时候，你需要有长时间对上帝的爱在你的心里面，要不然你撑不下去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我可以做，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可能就没有了。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啊。以前我在台北卫理堂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群姐妹，她们去到韩国的时候，各位知道韩国的教会很兴旺，他们教会很大，然后很多人去访韩盛会，很多人喜欢到韩国去访韩，然后回来的时候，哇，我们的姐妹们大发热心，然后他们的热心从哪里表达？牧师，以后我们不要再请那个打扫的阿姨了，我们姐妹们我们就负责打扫教堂的所有的清洁工作。听到这个，当然牧师听起来心里面好开心了终于我们的姐妹们开窍了，终于她们知道愿意要服侍上帝了。可是过了1个月之后，我们的姐妹们在那里，她们在打扫的当中就开始抱怨了。她说：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在打扫？其他人为什么都从我们旁边经过，没有人要打扫呢？所以他们就跑到牧师办公室里面来说：牧师，这样做不太公平吧？为什么都是我们姐妹们在打扫？为什么其他的那个年轻人、青少年团契没有，然后那个什么松柏团契他们也不打扫，为什么都是我们这些姐妹们在打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热情如果不是从爱上帝，很快这些就会没有了。千万不要觉得哇，我热情，那个热情
去感染了一下，也许回来会有一阵子，但是之后呢，如果你不是持续在对上帝的爱里面，你很快就会失去了你对人的热情了。所以德瑞莎修女这样说，他说爱的反面不是仇恨，他说爱的反面是什么？叫做漠不关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的另外一面不是叫做仇恨，你恨人，也许你还有情感，但是你知道那种没有感情的冷漠是最可怕的。没有感情的冷漠不是叫做好像他会伤害人，但是他反而是一种叫做没有关心、没有关怀在这当中。德瑞莎修女曾经有记者问他，他说：“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能够在印度这个地方服侍50年的时间，你怎么能够有办法去服侍那些瘸腿的、瞎眼的、长大麻风的这些濒死的病人？”德瑞莎修女这样说，她说：“我看到的不是瘸腿的，我看到的不是贫穷的，我看到的不是瞎眼的，我看到的不是长大麻风的人，我看到的不是那些濒死的人，我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我看到耶稣在那里，我的主在那里，我岂不服侍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是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你很有可能你看到的都是瘸腿的、瞎眼的，你很有看到的就是濒死的，你有看到的就是那些叫做很脏的人。爱的反面不是仇恨，是不关心。愿上帝帮助我们，当别人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个叫做好像漠不关心的人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很好很好，然后没有关心在这个当中。关心不是只有嘴巴里面的，关心也必须是从行动跟言语上面要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关心，不是只有停留在我知道他很辛苦，我们需要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关心跟关怀。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8节，耶稣怎么做？耶稣除了在这个乡镇里面他服侍的很好以外，他不是只有停在这里，他继续是往前的。3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8节这节经文，一起念来。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的服事很多、很忙、很繁杂，在这边的服事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只有停在这里，我们需要去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再去服事更多的人。而当你要能够服侍更多的人，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人来接续你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也在做一个榜样，就是耶稣说：“我还有任务要往前走。”如果今天他的门徒、他的学生当中，能够有人看到这个城市的需要，我留下来协助、帮助这里的人，耶稣可以继续的往前走，耶稣可以继续的往前去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有许多需要服侍的人的时候，而没有人去服侍他们，那么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培训一些人接我现在的工作，让我再去服侍跟帮助另外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不是一直停留在某一个服侍的角色上面，我能够继续的在服侍其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服侍不是非我不可，或是非哪一个人不可，而是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再去别的地方服侍。而你要怎么样去交托给那些可以忠心来服侍人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仆人不是只有定位在一个地方，他是受差遣的，他要被主人差遣到任何地方去来服侍他的主人。今天讲很多德瑞莎修女好，她有一个很好的话，她说：“信心的果实是来自于爱，爱的果实是源自于服务。”所以你的信心从哪里来？是从爱来的。那你的爱从哪里来？是从你的服务跟服事当中去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只有别人服侍我，而是我也可以成为去服侍别人的人。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不是冷漠，不是在那里停滞，而是你是可以付出关心跟爱在那个地方的，让人因我们可以得祝福、得帮助。好，所以这个蔡松辉牧师他有在画一个这个漫画，让我们可以去提醒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哪些的使命应该要去知道的。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责任，那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然后再来就是
我能够在这个社会跟在这个世界当中，我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去服侍这个社会，服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今年开始的时候，牧师有给大家一个立约门徒的标志，上面就是你可以对上帝的，你可以对世人的，对众人的，你有个人的，你有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当你个人的服侍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在灵修上面，你的对上帝的爱的上面，对上帝的认识上面能够更加的成长？而对人的服侍上面，能不能够去关心到有需要的人？当你看到那些人有需要的时候，我能够给予怜悯，给予帮助。在群众的部分的时候，我有没有参与在公众的崇拜里面？我是不是一个认真的参与崇拜的人？还是我只是在这边就是时间到了我来做礼拜而已？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再来就是我们怎么进入世界、进入社会去工作，在公众的当中，我们怎么去爱世人？所以这里提到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你的信仰，怎么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得帮助。然后最后的勉励说，在你的有限的年日当中完成你的命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的年日，圣经上说我们可以活到70岁，强壮到80岁，所以也许有人90岁、100岁，也许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在有限的年日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去完成主给我们的命定？好，让我们能够在交账的时候说，主啊，我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在你的面前。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你要在基督里，你才能够有爱的能力去服侍。所以马丁路德金恩这样说，他说，黑暗无法赶逐黑暗，只有光才可以；仇恨无法赶逐仇恨，消弭仇恨，只有爱才可以。所以你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别人的时候，那么将会有极大的改变。所以马丁路德金恩这样说，黑暗无法赶逐黑暗，你不可能用黑暗去把黑暗除去的，只有光才可以。所以你也不能够用仇恨去赶逐仇恨，只有爱才可以去改变。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才有能力能够去爱。罗马书12章17节到21节，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是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很棒。他说，不要以恶报恶，要尊重别人，众人都以为好的事，应该竭力去做。如果可以，总要尽力与人和睦相处，不要私自报复，要让上帝来审判，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刚刚提到了，我们给人家馒头，人家不一定还我们馒头，也许别人还我们是石头的，但是不必要以恶去胜恶。刚刚提到了，黑暗无法赶逐黑暗，唯有光才可以；仇恨没有办法赶逐仇恨，唯有爱才可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被恶所胜，而是要以善来胜恶。第二个，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坚持那个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寇绍恩牧师这样说，他说，我深深敬重那些当教会最困难的时候，仍默默承受指责，不说话，不回嘴，然后只做事，带着盼望坚守岗位的长辈们。他们真正懂得爱，爱就是不放弃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服事当中别人给你的很多的回馈不一定是好的，但是求主帮助，爱就是不要放弃希望。爱是不要放弃希望。当你有一天你在种一个树的时候，我是一个不太会种东西的人，其实种东西常常会死掉哈。但是求主帮助，我希望能够很有耐心，能够把一个植物可以好好的去培养它。各位知道，其实要培养一个植物不太容易。我最近种成功了一个东西，那个好像是一个万年青吧，还是什么东西，种在我家里面，终于成功了。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坚持不太容易，因为你很快那个东西就，如果不小心不照顾它，它可能就没了；太照顾它，可能也会没了啊。所以有时候那个坚持是不太容易的，求主来帮助。好，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
这个应该交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主的面前来交账。所以求主帮助，应该怎么样对众人来行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对待别人。这是在加拉太书6章9到10节给我们的一些好的提醒。求主来帮助我们行善，不要灰心。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行这些事的时候，有时候会让我们灰心的，不要灰心。这里说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懈怠，到了适当的时候就会有收成。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持续不断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经验的法则。第三个，在基督里才能够有永恒的爱。所以什么才能够存到永远？不是金银房子，不是土地田产，能够存到永远的是我们的信仰才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在基督里，你才能够有永恒的存在，有永恒的爱在里面。社会责任不是只有基督徒的使命，也是基督徒的信念。所以人如果说他爱上帝，却不爱邻舍是不可能的。所以 John Stott 的这个牧师他这样说，他说爱上帝才会爱人。如果你爱上帝，但是你不爱人，那么也许你不一定是真的在爱上帝的。所以有爱的服事才能够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爱一样可以服事。这也是牧师常常自己在反省跟提醒自己的。如果今天我是为了有一份薪水来这边服事跟工作，其实那个付出并不是能够代表付出跟你的收获是同等的。如果不是上帝的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存到永远的价值。愿上帝帮助我们，有爱的服事才能够有永远的价值。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也许我们不一定是有钱的老板，也许我们不一定是很有能力的、有 power 的政治人物，但是我们的服事可以存到永远。那个服事是有爱的服事的时候，就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最后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新的一年开始，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他会去冷漠的看一些事情发生，还是他会去很积极的、很投入的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有很多人很容易去做一些的指责跟责备，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够，那个很不完美。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成为那个投入在其中的人？当你看到不完美的时候，也许有你的投入，它就完美了。也许这个服事就是缺乏你的投入在这当中。当你投入的时候，也许它就更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去责备那个黑暗，而是我们成为光，能够进到黑暗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样式，照你所行的去行。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很困难，我们也做不到，但是愿你帮助我们，唯有在爱里的服事才能够存到永远，唯有对你的爱，我们才能够持续长久的服事。带领我们，让我们因着爱你，主啊，我们的服事就不断绝、不缺乏。施恩帮助我们，给我们源源不绝爱的源头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的服事是出于爱的这样的一个泉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源源不绝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去爱别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正道。接下来我们是金句背诵，马可福音1章38节，我们一起来背2次，一起来。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马可福音1章38节，再一次。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马可福音1章38节。接下来是圣餐礼，我们向与主合一，心灵粮食选300首第一段。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背来主自己为我舍离。
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拜。每个月的第一周都是我们的圣餐礼拜的时间，愿主帮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也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在做圣餐礼的时候，或是教会圣礼的时候，牧师都要穿这个袍子，其实很热，然后又要戴这个肩带。很多人以为说这个是肩带是为了好看装饰，今天是绿色的，所以好像牧师要戴绿色的。其实它并不是指这个意思。各位，牧师圣袍上的圣带，它其实是一个提醒。各位有看过牛的轭或是马的轭吗？你要能够套上那个轭，必须是这个动物，这一只牛，这一只马，它要能够乖乖的，它要能够顺服的时候，才能够套上这个轭。我常常讲说，牧师其实比较像是驯兽师啊。各位知道驯兽师什么意思知道吗？那种野马或是野牛要驯服的时候，你必须要让它乖乖的听话，它才可以能够套上这个轭，然后去犁田，或者是才可以去磨那个磨。如果我的力气很大，我的恩赐很强，但是我不能够乖乖的，那么我还是不能套上这个轭。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肩带其实是给牧师提醒，千万不要觉得那是一个装饰，它是给牧师的提醒，你能不能够乖乖的顺服主人的带领。主人要你往东的时候，你如果往西，那对不起，这个轭不能加在你身上。如果你的力气很大，但是你不能节制的时候，这个轭也不能套在你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负轭的前提是我要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恩赐很强，能力很强，但是你能不能够让主帮你套上那个轭？套这个轭很辛苦的。各位如果有养过这些牛或是马的时候，不要以为套在这个上面是很开心的事情。如果很开心，所有的马跟牛都应该可以套得上，但是不是所有的牛跟马都可以，它必须要被训练、被安排，它要接受主人的带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服侍上帝吗？如果你愿意服侍上帝，那么先从学习谦卑跟顺服开始。牧师不是要告诉大家说你们这样做，然后牧师自己不这样做。我讲过了，这个圣带是给自己的提醒，叫我知道我必须要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为主负轭的人，那么你需要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牧师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是，不要觉得那个负轭的那只牛或马都是乖乖的，因为有很多负这个轭的牛或马也常常闯祸的。但是那个闯祸的牛或马，如果他可以回头的时候，主人通常还会给再一次的机会。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每一次做并不是都很完美很完全，但是我们的主人知道我们的状况，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也许你曾经在服事上有挫折跟失败经验，也许你可能在服事上觉得那是一个重担一个重轭，但是主要用的人都要经历这个负轭。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也许你要服事的不一定是大事，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服事，但是那个小小的服事都要能够顺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能够服事，在大事上才能够服事主。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圣餐礼拜。同样的，我们等一下要从后面请大家进到前面来，然后我们来给饼杯，然后让大家可以来使用。我们在后面的地方，我们会安排有2位帮我们喷酒精的服侍的同工，所以我们等一下是请大家要从后面的地方，你喷完酒精之后，再到前面来领这个饼杯所以请大家要
维持跟保护我们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我们后面有一对我们的教会的可爱的母子们，他们来服侍大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在安全的状况当中，我们来服侍，让弟兄姐妹也因此得祝福得帮助。请听圣经上给我们的提醒：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请我们一起来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施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起应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因此，我们和天使并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奉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来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为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分饼杯的同工到台前来。等一下先喷酒精，喷完之后你们先领，然后再到下面来协助。先喷。
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平安。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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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平安。主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这件事。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好，没关系，那你先拿着好。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预备好，请我们就到后面来喷上酒精之后，我们就到台前来领这个饼杯。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别的教会或是从别的地方来，我们都欢迎跟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这里饼杯代表的意义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体的。愿主祝福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分彼此，我们不分我们是哪一个族群，也许我们当中有新住民，有原住民，或是我们当中有外来的，或者是有在我们本地的，我们都期待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成为合一的肢体。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那我们领受饼杯完之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来坐下，平平安安的回到位置上，让我们衷心的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使用我们。也许你还未曾被主来服侍，为主来服侍，或是被主来使用。如果你愿意在这一年当中，你愿意为主所使用，你可以在这里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回到位置上面，我们就在那里来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服侍的同工祷告。他们接受主的呼召，参与侍奉，需要格外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为我们当中的服侍的同工来为他们祷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你在后面喷上酒精，手搓了之后洁净了，我们就能够来领这个饼跟杯。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体，我们一起用这个饼，一起用这个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主使用我们，能够来成为他的器皿，能够为主来使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位置上来坐下。这边还有，这边还有，这里还有。我们就可以回到位置上来坐下，来祷告，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能够听到主对我们的呼召，使我们能够为主所使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奉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赤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圣餐礼到这里。下来是回应诗歌《与主合一》新良师选第300首第2段。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难以死，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现在我们要预备奉献，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一起献同工来到台前。低头，亲爱的主，我们已经从您那边白白得到了大大的恩赐以及恩典，我们也应当奉献我们自己，全心全力的在你的事工上面。今日做金钱的奉献，作为我们应当奉献的证明，愿意让我们自己可以更在教会里面奉献更多的人，奉献更多的事情，也将你的福音可以传达到各地。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教会的新朋友，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多跟他们认识。第一位是林素月姐妹，欢迎。还有一位是杨淑英姐妹，
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看到你们。接下来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完一遍之后，再大家互相拱手问安。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来给彼此拱手问安。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样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平安，是平安，谢谢。来，请坐。什么呢？大家慢慢回座喽。接下来做教会的报告，大家可以参考周报第3页。第一点是今日为显现节后第5个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教会聚会及礼拜的时候，请全程戴口罩，请弟兄姐妹遵守规定，并为疫情早日停歇，国家、城市、人民不受疫情的侵袭得平安祷告。第二点是聚会后，在这边大堂有赵一兰姐妹会分享浅谈植物组织培养，请大家可以留步。那也是因为我们主日后可能会有成组的课程，在接下来要预备了吼。那我们请周老师就可以为大家先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成人主日学的一些课程。感谢上帝让我们有成组那在我们教会已经开始差不多2-3年，我们现在越来越稳定，我们也越来越多的讯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弟兄姐妹也在这当中一起的成长。所以我们这个学期呢，这个紧接着这一季呢，我们会在过年之后那个礼拜开始，我们有3班启示录班，那就是邵文跟慧玲，那使徒行传呢就由我来教，那还有一个很棒的是诗歌欣赏跟教唱。都会有如君跟天一2个呢，在我们主堂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那我现在就请他们上来呢，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要讲的内容，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来认识神更多。好，来，我们先请第一位邵文弟兄来跟我们讲。感谢主我们这次成组有机会就是要来分享启示录。那但是启示录本身不是一个很容易了解的一本书，但是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应该要了解启示录，
那我也是在神学课程里面，有修过这个课程之后呢，我有感动。那我也是把它做了这段时间也做了一些整理。那基本上啊，这个启示录它是一个预言的书，所以它把就是神的话来教导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启示录本身它也是一个，它在1章3节里面有讲到说你们念这预言的，并遵守就是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其实它是一个让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哈。另外就是说，我也希望透过这本书呢，能够让我们心存警戒了哈。另外就是它也有它的应许，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盼望。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本书，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些改变让我们一起来，就是一起勉励一起来奔向主的道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那大家周报里头会有一张我们成人主日学的报名表我们大家现在也可以把它打开来。那另外一班呢，我要带的是《使徒行传》导论。那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当时呢，他的门徒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勇敢，他们很害怕，他们都躲起来，能够逃的就逃。很多人呢，他甚至于就要离城了。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却告诉他们说，他要派一个圣灵来。他们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要得到能力 ，OK， 就能够大胆的向外宣讲神的道理。就果真呢，这种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一个渔夫，一个好像没有受过什么知识的彼得呢，突然间站起来讲话呢，蛮有权柄，而且呢，好多人信主。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里面圣灵怎么样带领他们，怎么样设立第一个教会。以至于呢，我们今天全人类呢都能够享受他们所带来的福音。就连呢一开始就站在对面极力要来抓这个基督徒要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的扫罗呢，也在一瞬之间的改变成为传福音上面的最强的一个精兵。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也能够因为有圣灵的带领，也能够在这个生命当中呢，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的生活呢，不再是那么样的软软弱弱，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所要给我们的福气，同样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来为主做见证。好，那我们第3个课程呢，就是讲诗歌欣赏跟教唱。我们请如君呢来跟大家分享。弟兄姐妹平安我家不仅住了一个教授，还有一个成人主义学校长也住在我家那去年底的时候呢，我听他很烦恼，因为呢我们的师资好像就少了2位，那他说接下去开的课其实好像会太少。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基督教被称为唱诗的宗教，音乐的宗教嘛。那理论上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就是唱诗歌的信徒，对不对但是呢，常常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崇拜的时候很多诗歌我们都不会唱那我并不是因为大家不会唱才有这个感动，而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诗歌呢，一直都像是一个瑰宝，经过筛选过后呢，就是从几百年前一直到现代，那有这么多优美的诗歌，这些诗人、作曲家、作词者，他们其实都是经过上帝的感动，他们才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跟我们的校长说，好吧，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神。也就是说，成人主日学呢，我们除了透过圣经的研读以外呢，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方向可以来认识我们的主的。因为呢，我们说人是情感的动物嘛，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是我们是情感的动物，我们就需要一些感动来柔软我们的心灵。那又说我们人呢是就是天下唯一的一种物种，就是我们会思考，我们有理智。那么我想说，那既然我们是理智的动物，那我们也需要一些典范，也可以说是见证，来激励我们的信心。所以呢，我就想说，我们既然这么得天独厚，像我现在故意拿了一本
新灵粮诗选。其实我成长的教会，我从小，我在教会用的诗歌是台语信息，啊。那后来我大学以后呢，因为我念的是基督教大学，东海大学的教会呢，他们用的是普天颂赞。那后来我回国以后，我们来就是到高雄来的时候，我们荣光堂刚开始也是用普天颂赞，后来用新灵粮诗选，啊。那不管怎么样，这里面都500-600首诗歌。我在想呢，这500-600首的诗歌，我认为他们都是珍珠。他们呢是经过，我们知道珍珠是怎么来的嘛，都是渣子跑到那个珠贝里面。它是不是经过，可以说是难产？它经过痛苦的这些蠕动，它痛不痛苦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象中是痛苦的，因为它一直努力要把那个杂质排掉，所以呢，它到最后呢没有排掉，可是却跑出漂亮的珍珠出来。所以呢，我看这些诗歌呢，我总是觉得这些当我们了解这些作词者、作曲者他们生命的故事以及他们创作背景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他们常常遇到的都不是好事情，他们遇到的都是渣滓、痛苦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呢，帮助他们，就是更认识上帝，甚至于呢，他们创作这么美好的作品出来。所以呢，我就想说，我可以来开一门课，就是透过诗歌它背后的故事、它的见证，可以，让我们知道上帝永恒的爱都是存在的。同时，我们透过诗歌的学唱，让这些诗歌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帮助，让我们也能够换一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神。那也很感谢主，就是说，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呢，得到同意了，牧师和我们的校长都同意了。而且呢，我们的校长还帮我找了个非常棒的同工，就是萧天一弟兄。那以后呢，我们的诗歌交唱就太好了，因为他都来帮我们伴奏。好，我们用吉他伴奏。那所以呢，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启示录不适合你，你可能会听不懂，或者是使徒行传，哎呦要看地图，我看不完呢，没关系。那你不要在外面拉手哦，哈，你可以就留在大堂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里面的诗歌，同时呢，我们一起来学唱、教唱。以后不管牧师学哪首歌，我们都会唱，都口唱心和的唱。这是我最大的盼望。那谢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谢谢。我们也感谢上帝啊，因为天一呢也在凤山那边已经讲诗歌方面呢也讲了好几年，所以他手上资料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次呢跟如君一起配合呢，应该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带给我们大家很强烈的一个冲击性。从诗歌里面来提醒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一定会深受感动。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报名表的时候呢就能够填写。启示录呢会在2003，那使徒行传会在2001，那诗歌欣赏就在我们的主堂。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一同的参与，谢谢。好，谢谢周老师以及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老师的报告。接下来是今天12点半在201教室有小组长指示会议，请要参加的同工准时参加。在第4点是春节假期将到，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出入平安。2月14号的那一天主日在联合崇拜是10点钟举行，请大家注意时间。第5点是教会办公室的同工将照表轮休，所以有紧急的事情的话再跟牧师联络。在第6点，春假期间同工会议及查经祷告会暂停一次，其他的话根据参加的团契和小组来进行一个安排。第7点，2月11号。礼拜4，牧师家将在除夕当天留守在教会，无法返家或者是人口较少的会友可以来这边，或者说跟牧师多一点关怀。第8点是教会在推动爱读经计划，今年推动爱读经计划，请参加的有意愿者将跟李淑仪执事报名。第9点是教会有推动红本门徒的课程，将在2月17号晚上7点开课，由蔡牧师主持。卫理神学院将在2月19号的晚上7点开旧约神学导论的课程，由蔡慧秋老师主讲。教会在跟长庚祈祷室合作，3月份将在五泉国小上欢乐美语班，请为教会的事工参与服事祷告。
那第12点就是刚刚成人主日学要报名的，可以尽早，可以安排教室啦，或者是一些座位的安排。第13点是我们教会将预备儿童诗班，请为教师跟成员做关心祷告。4点是今年教会年度目标，就是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请为这个年度目标。还有第15点，教会人数增长至200人做祷告。再来是肢体消息的部分，请为身体不适的几位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家长做代祷。有位新朋友孙杰兴、林香义、于训宝、黄伟球、黄月淑几位新朋友做代祷。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那我们接下来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过去1年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在过去的当中领受满满的祝福。新的1年，愿你也是给我们更加的蒙恩，让我们所行所事所想都让你做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阿门，阿门，阿门。那请坐。献乐。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到台前，牧师为你们祷告。
样。喂喂喂。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尽量在30分钟之内把它讲完。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学校上这个组织培养的课是要上1个学期，甚至有的单元会再加开1个学期来上，所以要挤压在30分钟内讲完，又要讲让大家听得懂。我希望如果有问题会后再询问好了哈。那很多人就想说什么是植物组织培养，最常想到的就是兰花，因为台湾的兰花组织培养产业非常的出口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学校跟育种人员比较会做的组织培养，不是只有针对兰花而已。那什么叫做植物组织培养呢？好，它事实上就是一种很基本的生物技术。